對人嘅恭敬呢，就係莊嚴咗你自己啦。我哋成日都有一句說話嘅，謙卑自己，尊重別人。其實謙卑自己咧係一種美德嚟嘅，將自己撳低啲。有時候咧，生命裏面有一種心理學咧，就係你能夠將自己好有智慧嘅，不過降低少少，讓人哋高少少，讓人哋攞翻一份嘅自尊，一份嘅榮耀。其實又有啲乜嘢嘅必要呢？點解要下下要將自己所有嘅尊嚴同埋榮耀咧，去擺晒喺自己嘅身上呢？當你好懂得咁樣去莊嚴自己嘅話，其實你個人就會好謙卑。而尊重別人呢，你就要清楚就係你喺呢個世界上面，每一個人都有佢嘅獨特性，每一個人都有個強項。你要懂得嗰個人係值得被尊重，懂得咧嗰個人佢嘅強項係可能係你要學習嘅地方，甚至乎呢個人嘅智慧，亦都係你自己可以學習同埋欣賞嘅地方。所以我哋成日都話謙卑係你最重要嘅美德。好片記得俾朋友